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第1节，耶稣行过时，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的学生问伊讲：“rab比，这人出世就痴迷，是一罪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啊？”第3节，耶稣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时也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下工，伊是要到迄碟就无人会做工。”第5节，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遐个话讲了，就配烂伫涂骹，用烂搅涂，用涂顾痴迷人的目睭。第7节，甲伊讲去洗伫西罗亚的池，西罗亚翻译就是风车，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会看见。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这是要邀请咱的牧师、尤牧师来传讲信息。题目是超越限制，得主稳定。超越限制，得主稳定。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所定西罗亚诗班的关怀主日，咱要做伙通过今日的礼拜，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甲因的需要。今日咱就要通过这段经文，也就是西罗亚这个名由来吼，一个经文，咱做伙来学习，要安怎瓦靠主耶稣，互咱的气力，赢过咱生命内底逐款的限制。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即款的稳定，通过一届三个组织伫你的面前。阮确信，阮每一届组织拢是你满满的祝福。因为若毋是你，互阮教育用的稳定，阮的人生就失去方向。阮就毋知阮的人生的目的、目标是甚物。阮感谢你，用你的听，用你的稳定竞选阮，阮通常常来到你面前，也通过你的话来向阮启示，互阮的生命得到气力，来突破逐款的限制。恳求你的圣神，即时也甲阮三个弟弟，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生命上界深的所在，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气力。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若照咱教会替咱安排的读经的进度，咱前一阵有读过约翰福音，咱规本约翰福音拢有读完。我想咱咧读的时，咱会有一个真深的感觉。约翰福音咧介绍主耶稣的方式，和其他这3本福音书有真大无共款。其他福音书可能对耶稣的出世、对耶稣伊伫这世间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来介绍起，总是约翰福音真无共款。约翰福音的一开始，伊就安尼来介绍耶稣。伊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伊也佫讲。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约翰福音咱所启示的是一位愿意也有能力通超越上帝和人中间的距离，一位听咱的主上帝，咱的耶稣基督。伊来到咱的中间，诚做人，诚做咱的朋友，诚做咱的兄弟，这打破咱一个对上帝的想象。对人来讲，咱可能会想象上帝是高高在上，离开咱真远。总是耶稣基督亲身成做人，来到咱中间，超越这款的限制。约翰福音的作者，伊通过约翰福音书内底，伊所记载的7个新约，成做真重要的记号，帮咱读这本册的人会通来认捌主耶稣。咱今日特别做伙来通过7个新约内底的第6个新约，咱做伙来认捌主耶稣怎样帮，
伊怎样帮助咱会当突破咱生命内底逐款的限制，互咱的生命会当进到一个更较宽阔的所在。第一，咱要做伙来看，通过找求主耶稣，通帮助咱超越咱的文化传统内面所带来的限制。圣经安尼讲，讲耶稣和伊的门徒伫路林拄到一位出世的失明的人，所以伊的门徒就和耶稣有接续才会对话。伊的学生问伊讲：列比，即人出世就青面，对治罪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啊？耶稣应讲：即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咱肯定有一个疑问：这个门徒为什么会对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看到一个失明的人，因会真直接地问这个问题。我想这爱对犹太人因传统的想法来讲起，对犹太人来讲，因有一个真固定的一个想法，因认为人的苦难、人的受苦，和伊的犯罪有绝对的关系。这款的想法其实就是所谓的因果律、因果报应这款的想法。你若做好，就有好的报应；若做歹，当然就有歹的报应。这是犹太人真普遍有的一款想法。咱若看咱教会当咧读的约伯记，咱就知约伯的三个朋友，因的观念同款是这款的观念。约伯，你咧受苦，表示你有做了毋对的所在，你就爱反悔认罪，上帝才要赦免你。犹太人因真普遍有这款的想法，因果律因果报应这款的想法。这款的想法有几个真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款的想法伤过头简略，伤过头简单，无法度解说所有的代志。检测会当解答一部分的情形，总是毋是所有的情形拢会当用这句话、用这个想法来处理。圣经内底约伯记对咱讲的，就是约伯伊所拄到的，就袂当用这款的方式来解说。因果报应、因果律，无拄会当解决人生内底所有苦难的问题。第二，这款的想法会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会致到迄个当伫个苦难内底的人真大的一个伤害，袂当互伊安慰，颠倒来伤害伊。所以咱若看约伯记内面三个朋友讲真侪话，想要来帮助约伯，总是最后约伯讲：你若无帮助着我，无安慰着我，反倒大大来伤害我。所以传统上这款的想法其实并无真完全。咱嘛通想看卖，毋若伫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内底有这款的想法，其实伫咱的文化、伫咱的环境、咱的传统内面，侪人有原是这款的想法，认为受苦和犯罪和做歹代志是有关系的，是有真直接的关系。咱要来看耶稣怎样来回应这个问题。当伊学生来甲伊问的是，耶稣安怎来回答？耶稣，咱若看福音书内底关系耶稣的记载，咱会发现耶稣一摆搁一摆咧挑战犹太人因传统的想法、传统的观念。比如讲咱若继续看咱今日这个新约，咱就知耶稣医治这个失明的人是伫安息日，这就是对犹太人的一个挑战。耶稣咧解说这件代志，回答伊学生的问题，同款嘛咧打破犹太人这款传统的想法。耶稣甲伊讲安怎？耶稣讲，毋是即个人有啥物犯罪，毋是伊的父母有犯罪，是要伫伊的身躯顶来显明上帝荣耀的作为。耶稣面对人生苦难的问题，伊转一个方向，伊毋是要直接来找即个答案，伊反倒是要来问。伫别人的苦难内底，你会当有啥物款的行动？你要通过啥物款的行动来成做即个人的帮助？咱通看到耶稣接续就是通过医治的行动来成做即个人的帮助。所以耶稣互咱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人生的苦难无拄是要互咱找一个解说的原因，人生的苦难是要互咱有一个付出关怀的行动，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现在有人会讲，啥物款的宗教拢共款，
拢是要苦劝人做好代志。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总是咱若较详细来思考，咱就知并毋是安尼。无共款的宗教，除了伫因外在看会到的仪式有真大无共款以外，信仰宗教信仰背后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我想有真大无共款。无共款的宗教信仰，就带来无共款的看法、无共款的观念，才会影响咱人生的走向。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咱爱做一个思考。免咱将咱的信仰背后这世界观、生命观、苦难观、价值观来含咱的文化、咱惯习的想法来做一个对话，甚至会让带来改变。这是真重要。咱通常常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做做学习的。教会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信仰的团体。教会共款，嘛会存在咱惯习的想法，咱讲咱的文化、咱的传统，含咱拄则所讲的共款。教会内底这文化传统，嘛爱常常接受上帝的话，接受圣经的真理的检验、的挑战。若无咱有当时会感觉咱的想法就是正确，就是100%的真理，咱会失去迄个反省的机会。所以我想，蔡牧师伊真注重带咱做伙来查经，这查经班。蔡牧师就是希望咱会当通过查经班，通过直接来读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来检验咱的信仰，检验咱生命内底迄款的想法、观念是毋是合上帝的意思。所以咱爱常常伫咱的生命内底用上帝的话来做反省。我想这拄是咱改革中的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精神，爱不断伫个改革内面，不断做信仰的反省，这是真重要，咱通做伙来学习。西罗亚诗班伫这几冬因服侍重点是放伫加角的福音的事工。我毋知咱在座有人9人捌入去到加角内底，有诶，你小举手者。可能有几位啦，但是可能无真济哈。因为加角是一个真特别的环境，对咱来讲像咱讲平行世界共款，和咱的世界无啥物交集哈。一般咱对加角、对监所的印象是啥？是一个互人放弃，还是讲无愿望、真绝望的所在？一般的人可能袂想要进入到内底，无想要和伊有啥物关系。但是，咱对咱的信仰做的反省，咱并毋是要放弃即地，颠倒即个所在，因为无愿望，因为互人放弃，所以颠倒是上界需要福音的信息的所在，上需要咱有行动去关心的所在。咱若看福音书内底，耶稣常在咧关心的人，拄就是遐互人看袂起、互人放弃、无人愿意和因做伙遮的人。所以我想。加角的事工是咱会当做伙来支持，当通过西罗亚的事工，伊就若亲像真做咱教会伸出去的手，进到社会内底即个上界黑暗、上界绝望的所在，会当为咱的社会、为咱的国家带来祝福、带来改变。第二，咱要做伙来思考，靠着主互咱的稳定。咱也会当超越咱生命内底现况的种种的限制。今日经文的主角是一个失明的人，而且这个失明的人，咱讲是一出世的失明。伫耶稣迄个时代，超过2000多年前，失明的人会当检采讲，就是一个性命无愿望的人。因为伊若失明，伊就无法度靠家己工作来维持家己的生活。所以当时失明的人，大概就是拢会诚做乞者，用安尼来维持家己的生活。所以因伫社会内底是上界低贱、上界无人伫关心的一群人。对因来讲，日子一天过一天，毋敢有啥物款的愿望，对未来通讲是无啥物款的想象，无啥物款的愿望。当时咱看到即款一出世就失明的人，当伊和耶稣相拄的时，伊的生命就得到一个真大的转变。
通过主耶稣来到伊的身躯边，伊的性命受到改变。毋那伊肉体的目睭得到医治，咱若继续看后壁的经文，咱就知伊勇敢来承认主耶稣是主，愿意来跟对，愿意来做见证，所以伊心灵的目睭也得到光明。甲耶稣相拄，带来生命内底完全的改变。看起来是那像无法度改变的这个限制，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耶稣赢过这个，无有啥物款的限制会当限制耶稣的作为。我想伫咱的生命内底，咱就常常来想，你甲耶稣相拄了后，是毋是得到这款改变的生命？保罗以后真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伊安尼讲：我知影踮伫欠卑贱。也知影踮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亏欠。凡事我拢老练，踮伫想事我亏力的，我事事拢为。保罗伊知影，伊会当为上帝来做一撮代志，并毋是伊家己我尔有能力，我尔高。其实伊知影，伊非常的欠缺，非常的软弱，总是伊会向倚靠上帝，会向掠着上帝。所以，就互上帝来使用，成做一个真伟大的宣教师，将福音传播到逐所在。我想，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拢共款，有侪无共款的限制。咱会记顶礼拜彭牧师和咱分享什么主题无？恁会记袂？人生胜利组对哈。牧师讲吼，真侪人咱会感觉我毋是人生胜利组，我的条件和别人比袂着，人别人啥物条件拢真好，我像拢无吼。会感觉咱的生命内底做侪限制，做侪无够约。常常咱嘛互咱即款的想法，框住啦吼。咱的生命就那像伫即个范围内底尔定，咱对咱的未来，对咱的生命无啥物款的想象，咱会感觉讲我的生命就是安尼，我无法度去做啥物突破。但是咱的信仰甲咱讲，就算讲咱非常的平凡，咱和别人无啥物无共款，但是咱会记得，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身份，咱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是上帝用伊的恩典所拣选，伊所听的囝子，所以时时会记得，咱虽然真平凡，但是咱有一款真特别的身份，咱也着常常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做反省。和耶稣相拄，和耶稣建立关系，有帮助你得到超越限制的勇气甲气力无？还是你犹原伫你家己的小圈圈内底，无愿意行出来？愿上帝帮助咱，通过认捌伊，认捌耶稣基督，咱的生命会当有勇气来突破种种的限制。拄则西罗亚诗班有吟诗歌，带咱做伙来敬拜。咱知影西罗亚诗班的团员，因伫肉体上拢有真大一个限制，目睭看袂到。咱知影特别要唱歌的时，目睭看袂到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咱若叫咱做伙唱圣诗，但是拢袂使看歌词，咱唱会好袂？真困难吼，但只可能几条啦吼。只好朋友就是耶稣在遐写的会晓尔吼，剩下大概唱袂出来。咱头先看迄歌词其实非常的长，迄曲调嘛变化真大哈。总是因会当愿意突破这款的限制，愿意用时间、用精神，将这歌词旋律拢背起来，愿意和侪人做伙来分享。我想咱生命内底限制肯定袂比因较大。咱毋通讲咱无法度做啥物，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开来甲咱三个地地。只要你愿意倚靠上帝，愿意勇敢踏出去，你就会当得到生命的突破。上是搁较重要，你的生命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因为有信仰，咱的生命内底才会无完全，才会限制，无搁是完全负面的。咱要通过咱的无完全，通过咱的限制，来互人看见上帝荣耀的作为。伫我有机会和西罗亚做伙出去服侍过程内底，感觉侪人听因咧唱诗歌吼，拢会真感动。感动当然有几样的原因啦吼。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歌声最好听，但是我想背后有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
是因愿意突破生命的限制，愿意行出来迄款的精神，互人真感动。咱无啥物资格讲，咱的生命限制足济，咱无法度行出去。我靠上帝，上帝要真做咱的帮助。诗篇的作者伫诗篇18篇35节到36节，伊安尼讲：你用你救恩的盾牌互我，你用正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互我最大，你互我所踏的地开阔，我的脚袂捌踏出。只要咱愿意踏出去，上帝互咱的恩典是要互咱的脚所踏的所在拢得到开阔。只要你愿意踏出去，上帝要保守你的脚无跌到踏出、踏歪错去。但是咱爱想，先决条件是你爱愿意踏出去。你若无愿意，你拢坐伫遐、倒伫遐，大概上帝无法度互你即款的恩典。只要你愿意，脚伸出来踏出去，那安尼咱拢要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得到迄款超越限制的勇气甲气力。咱虽然拢是平凡的人，但是上帝要使用咱去做迄个无平凡的代志。第三，咱要做伙来思考，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互主来查看行往生命内底迄个最深的所在、水深之处。今日的经文内底，最后迄个失明的人，伊到西罗亚即个池仔去，伊就得到医治。圣经安尼讲，甲伊讲去洗伫西罗亚的池，西罗亚翻译就是风车，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未看见。小可要来介绍西罗亚即个位置哈。这个图是耶路撒冷城的图吼，咱有看见西罗亚伫倒手边即个所在。倒手边这若用南北方向来讲是它南边的所在哈。西罗亚池是一个耶路撒冷较南边的所在，一个人造人造的，毋是自然的人造的一个水池啊。什么人起的呢？起的人是古约时代真有名的一个王，叫做希西家王、西西家王哈。迄顶管下底下西西家水道哈。这西西家希西家王，伊将耶路撒冷城外口的一个泉水叫做基训泉基训泉伊甲通过这地下的水道，甲这泉水引入来，绕过耶路撒冷城来到这西罗亚池。所以这西罗亚池成做耶路撒冷城内底真重要的一个水源，一个活水的水源。这水是一直会流落来成做真重要的一个水啦无论伫宗教上、伫礼仪上，拢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犹太人因伫大饼仔内底时，因的仪式内底用的水，这个水就是对西罗亚池厝内的水所以西罗亚池对犹太人来讲有真重要一个意义。咱来看这个这是西罗亚池即马的情形即马的相片咱看迄个水道，迄个水路啦水路基训泉的这个坑道，对基训泉引到西罗亚池中的水路这内底一个人行会过所以咱有机会到圣地去，大概拢会行这个水路啦咱来看约翰福音的作者，伊特别伫遮对西罗亚这个词做一个解说。伊讲西罗亚这个词就是风车肯的意思。因为这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特别来做一个解说。耶稣本身就是互上帝所差遣的迄一位，所以这个失明的人得到医治，是因为西罗亚池的水，也是因为耶稣你听有意思无？这个人把这个当受医治，是因为这个水做有效，还是因为耶稣医治伊？是因为耶稣。耶稣是真正受差派、受上帝所差遣的迄一位，带有上帝的气力。所以人来到耶稣面前，和耶稣相拄的时，一方面得到上帝为恩典，得到主耶稣的医治，目睭会当好去；另外一方面，更较重要的意义是安怎？咱嘛得爱领受差遣，愿意受差遣。咱若继续看咱今日读的经文的后半段，咱就知。这个受医治的人，伊后来大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愿意跟对耶稣来做见证，这是伊生命真大一个改变。伊愿意上帝的差遣伊，成做一个真好的一个见证者。伫咱的生命内底咱常常也会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咱有当时无啥会发觉的哈。这限制就是咱的舒适圈哈，舒适圈就是咱感觉真舒适、真惯习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的范围哈。咱通常无啥爱离开舒适圈哈，因为离开舒适圈，迄个和咱的惯习无共款，咱会感觉做这挑战，做这爱学习，做这爱改变的。咱通常拢袂爱离开舒适圈，但是咱若定伫这舒适圈内底，咱的生命大概就是定型啦吼，无法度改变吼，因为你的环境就是安尼，你无法度有啥物款的突破改变。咱若愿意靠着主要所互咱的开力，离开咱的舒适圈，踏出迄一步，安尼你要经历着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真无共款的境界。对视障朋友来讲，恁想因敢有做爱出门？视障朋友敢会爱出门？咱有的人做爱出门，做爱踅街吼，对因来讲出门其实做无方便，爱做大的挑战吼。但是因为我靠上帝，领受上帝的差遣，因若愿意出门，愿意互上帝差遣到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将福音带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所在。我想因的生命有真大一个体会吼，也可以安尼来领受上帝真大的祝福，真大的恩典。伫咱的圣经内底，嘛有一个真出名的例。离开舒适圈吼，离开这个真舒适的所在的一个例，你想会到啥物人无？圣经内底最出名的人，亚伯拉罕吼，有人讲亚伯拉罕吼，亚伯拉罕无毋对，伊75岁是上帝呼召伊离开故乡，故乡就是一个舒适圈，已经惯习的所在，去到一个无人捌、要重新适应、重新学习的所在。但是亚伯拉罕讲好也毋好。讲袂也毋，上帝爱离开伊有无？有离开无？有，因愿意顺服。当然，伊知影有真大的挑战、真大的困难啊，但是伊愿意顺服上帝。当伊愿意踏出去的时，咱就知，上帝大大来使用伊，改变伊的生命，为真做人的祝福。我想伫咱的信仰内底，也常在甲咱挑战。你是毋是愿意踏出去？还是你要留伫即个小圈圈内底？这是真重要，咱通常常来做反省。我家己在回想，我和西罗亚做伙服侍这段时间，我差不多5年前做伙和西罗亚有一个配合，当他们做伙到监狱去服侍啊哈。我因负责唱歌哈，我无做伙唱哈。因负责唱歌，我负责信息分享哈，有当时用圣经内底信息，和这个人做伙分享。我阁会记得第一摆去到监所内底、监狱内底咧服侍的时，心内其实非常的紧张呢。恁会紧张袂？你像讲你若要去监狱内底会紧张袂？我表面看还是还好啦，故作镇定但是其实心内是不止紧张因为咱毋捌去到迄个环境迄是一个真无熟悉的环境。就想讲，要面对下骹遮尔一个受刑人毋知要对因讲啥，讲的因到底敢听有，因敢愿意接受其实拢真大的挑战。我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讲因为徛要分享信息，你总是爱讲各位啥物会好嘛，对无有一个称呼嘛你想要安怎称呼下骹的人？各位受刑人好，嘛怪怪无啥尊重。各位弟兄，弟兄是咱教会咱听有。但是因可能听无，各位兄弟，是因拢兄弟无毋对啦但是安尼讲愈奇怪啦所以我伫遐想到底是要安怎称呼迄个开头到底要安怎讲我就甲边仔较有经验的同工问讲，到底咱是要安怎称呼会较好势因最后的回答就讲称呼因同学啦，同学，各位同学各位我拢讲国语较济，各位同学大家好因是做伙学习，做伙要受改变我回想，我就是安尼对一步一步对完全无了解完全袂晓，一步一步学习到真会当还有机会和因做伙来分享信息。
伫加角的福音的报道内底，我感觉真特别的所在哈，就是每一届了后，阮拢会做呼召哈，即生命的呼召，呼召因是毋是愿意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将你的性命交予上帝，交予主耶稣。恁感觉举手的人侪也少？咱一般外口的布道会啦，吼，也是讲咱圣诞节福音主日哈，通常无所谓呼召，恁感觉举手的人侪也少？伫咱的经验内底，感觉咱上无介济嘛，吼，比例上通常袂介济。咱原先的想象，咱会讲，外口的环境都已经无介济啊，吼，内口迄个环境可能接受的人愈少吼。但是我要甲咱讲，结果大好颠倒变。伫内底的人其实因更较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真重要的原因是吼，因内底的人会当真深刻体验着啥物货是罪。外口的人你若讲你是罪人吼，伊个听无啥有啥物是罪人吼。但是你甲内底的人讲，甲遐同学讲吼，因拢真了解，讲啥物罪人，因有真深的体验。去互罪捆绑，无法度得到自由，迄因足深的体验吼，特别是即个烟毒犯吼，一届搁一届，靠家己无法度得到自由，因有真深的体验，所以呼召的是其实真侪人拢愿意做即款真重要的决定。通过踏出去，通过突破咱的舒适圈，其实咱会当互上帝使用来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毋通袂记得，咱的上帝是大有气力、满有稳定的上帝。只要咱愿意做回应，将咱的性命、将咱的船开到一个水更较深的所在，那呢上帝伊就应允咱的性命要亲像得到人要亲像讨喜的共款，要得到迄款的性命，咱的性命要更较开阔，要搁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所以咱若愿意互上帝差遣到每一个需要福音的人，因的性命内底去，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性命互上帝来更较广阔，上帝要通过安尼更较大来使用你，更较大来祝福伫你。这个诗班成立到今年第30档，到明年的2月份就要满30档。而且一路上来一路以来拢得到上帝真大稳定、真大带领，得到咱的教会、咱兄弟姊妹真大的支持甲帮助，要向上帝献上感谢，也向咱所有兄弟姊妹来做感谢。这合唱团号名做西罗亚，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望这个团队毋是家己唱欢喜的尔，这个团队要互上帝差遣到外口去，到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去。所以，比如讲阮到监所服侍，恁想因敢互咱配，敢互咱钱？无，咱来坐游览车，包游览车去，再转来。其实拢是完全的付出，但是阮知影，即款的服侍是真重要、真有意义，要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所以我也要请咱会当继续用咱的支持、关心、大道奉献，继续来支持西罗亚，因咧做的事工会当继续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我心内也深深有一个感动。就是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是西罗亚的成员。咱每一个基督徒，就那亲像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底，即个使命的人共款。咱无拄着耶稣进前，咱无认捌上帝进前，咱的性命无目标，咱性命无方向。但是咱真已经领受上帝稳定得到医治，咱毋通袂记得，咱嘛是互上帝所差遣的人。你是毋是愿意顺服？愿意互上帝差遣，我想你若愿意，上帝要大大使用你，成做侪人的祝福，成做侪人的帮助。接续咱要来看一个短短影片来介绍西罗亚，互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因的需要。
西罗亚伫1989年成立，到今已经30年。30年来，得到咱教会甲兄弟姊妹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因为安尼，阮会当常常借着诗歌的分享，将上帝的听散播到每一个角落。目前，阮的重点是放伫学校、病院、养老院，甲这个监狱。当阮成立无偌久的时阵，阮就加入到台南一间重刑犯的监狱伫遐服侍。当阮去演唱转来了后，对遐一个重刑犯写一张批互阮，伊讲伊听甲真感动，伊伫遐愿意伫遐来悔改。并且鼓励阮，希望阮会当常常来做这件事。西罗亚照圣经翻过来意义，就是讲奉差遣。我希望讲这西罗亚，毋是西罗亚诗班的专利。咱每一个人拢是主耶稣的门徒，我想西罗亚是咱共同的名。咱逐人若拢愿意讲我是西罗亚，那安尼咱就会当将主的听、主的福音广传伫逐角落。愿阮所做一切荣光拢归乎咱的上帝。继续来支持西罗亚的事工，互西罗亚会当成做咱教会、社会来伸出的手，成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帮衬。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互阮生命会当得到改变，阮生命会当领受对你来的祝福。主，阮也要来学习用回应的行动来回应你，互你来差遣到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去。虽然阮真侪的限制，有真侪无够额，总是阮确信你是大有快乐的上帝，你要应允甲阮相甲伫地，也要通过阮通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衬。主恳求你常常甲阮同在，特别也通过阮的支持，通帮衬西罗亚诗班。继续这个真水的服侍，会当将福音带到每一个角落，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将西罗亚诗班因头前服侍，拢搁一摆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相甲伫地，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